各位觀眾朋友好啊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話題，就係關於40歲後女士需要特別小心嘅髮型禁區。大家都知道頭髮就好似女仔嘅第二張臉一樣，所以選擇合適又時尚嘅髮型真係超級重要，否則真係會出現一啲令人發笑又尷尬嘅情況。第一個禁區就係頭髮緊貼頭皮嘅長直髮造型。呢個造型雖然時尚又好打理，但如果你已經40歲左右，就真係唔太適合你啦。因為頭髮過於緊貼頭皮會顯得你髮量特別少，如果你本身就有少少頭髮稀疏嘅問題，咁就會令你整個人看起來無精打采，好似壓力好大咁。更重要嘅係呢種直長髮又冇乜修飾作用，反而會突顯你嘅面型同氣質。所以我真心建議你最好唔好選擇呢種髮型。第二個禁區就係極短嘅男仔頭髮造型。唔少女仔覺得髮型越短越清爽，所以都會選擇呢種極短嘅髮型，但我真係要同大家講，這種髮型真係好難駕馭。除咗長度太短令你看起來有啲粗獷，而且髮型又好挑剔，臉型容易令你顏面看起來更大，而且根本達唔到隱惡揚善嘅效果。如果你打理唔好，更可能散發出一種大嬸感。呢樣嘢一出現，你嘅視覺年齡就即時老咗好幾歲。所以我真係好勸大家千祈唔好試探這種男仔頭髮。第三個禁區就係厚劉海。大家知唔知劉海嘅密度同長度都會影響整個面型比例？所以我建議40歲嘅女仔要避開密密麻麻又過於厚重嘅劉海，因為會令人感覺你裝嫩得太過，反而會突顯出你真實嘅年紀喎。而且過重嘅劉海根本就難以駕馭，若果你打理得唔好嘅話，更可能造成一種大嬸感。第四個禁區就係捲度太密集嘅電髮。其實有好多人都遇過呢個問題，就係一做晒電髮，整個人竟然睇起嚟更加老。原因就係呢種捲度太細太密集嘅羊毛捲造型，雖然會令髮量感覺更多，但造型感太強，加上手殘嘅話，髮質也容易變得蓬鬆殘破，最終就會顯得更加老土。所以我建議大家還是以比較自然嘅單捲或者層次感嘅電髮較好。第五個禁區就係浮誇嘅髮色。到咗40歲嘅女仔，我真係建議大家要遠離紫色啊、骨色啊、金髮色啊、漸變色等等呢啲五顏六色嘅髮色。呢啲髮色唔單止造型感極強，而且更會令肌膚顯黑泛黃，加上化妝手重嘅話，就更容易變成一場大災難。你嘅視覺年紀就會即時老咗10歲。不如試下由最易襯又有質感嘅中髮色開始，低調矜持啲，但絕對會令你顏值提升啊！所以總結一下，40歲之後千祈唔好做呢5個禁區裡面嘅髮型啦。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唔好被髮型出賣咗年紀，要保持自己嘅年輕形象同靚形象。我哋要重視自己嘅外表，但要做到自然矜持，唔好顯得太刻意囉。最後祝各位觀眾朋友都能保持自信同精神飽滿嘅外表，做一個靚有型嘅40女仔。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